好開心咧，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呢個利未記第1章。當神咧吩咐摩西同以色列人講，邊一個咧想向耶和華神咧獻呢個嘅祭物，討神嘅悅納咧，佢都可以去獻呢個燔祭。咁燔祭咧係公牛啦、公羊啦，如果經濟能力唔許可嘅咧，斑鳩啦，同埋呢啲初鴿啊都可以嘅。祭物咧通常咧都係有一啲嘅細麵啦，同埋咧一啲嘅乳香啦、油啦、一啲無酵餅。當講到唔同嘅祭嘅時候咧，聖經都有唔同神要求人咧嗰個祭物本身係啲乜嘢啦。咁我就唔會逐個祭咧去講嗰個嘅祭物，但係會話俾大家聽咧，即係嗰個祭神咧設立嘅時候咧，希望人咧係點樣通過祭司咧去獻嗰個祭嘅時候達到嗰個目的。呢個嘅燔祭嘅裏邊咧，人咧為咗咧想奉獻俾神，通過祭物咧去討神嘅喜悅喜歡。咁當人咧為到咧有初熟嘅呢啲土產咧收成嘅時候，佢可以獻上呢個素祭俾神啦。呢個素祭咧係為咗咧去表達咧神自己咧點樣祝福嗰啲嘅土產農作嘅收成，獻上感恩噶。咁平安祭咧就係咧一個咧向神許願，而咧神又賜過許願人咧佢哋所許願嘅，並且咧平安祭咧唔單單咧係特定嘅許願咯，仲係為到自己所有嘅感謝神咧，呢個都係可以通過咧平安祭咧去表達呢份嘅感恩。跟住咧有一個贖罪祭咧，無論係咩人都好啦，犯咗罪而且係誤犯嘅啫，犯咗佢都唔知道嘅，就可以獻一個咧贖罪祭。當佢知道自己犯咗罪啦，求神嘅赦免，咁神咧會赦免佢噶。贖現祭咧就係咧當人咧去收到咧其他人俾佢嘅無論一啲物件啊唔見咗，或者因為佢自己嘅錯失咧使人有損失啦，又話咧佢自己咧係搶奪人啊欺詐人，求神赦免嘅時候咧獻呢個嘅贖現祭啦。咁並且要償還咧物主咧呢個咧全數嘅歸還啦，仲要加上咧1/5俾呢個嘅原主啦。呢個咧就係神咧俾我哋咧睇到佢所設立嘅呢5個嘅祭咧，佢可以咧做到神要人咧喺當中去認識神係一個點樣嘅神。佢希望咧我哋咧同佢有個好嘅關係，學習去服侍神，討神喜悅，懂得咧將神賜俾我哋嘅土產獻上呢個感謝，並且咧當神咧回應我哋嘅祈求，我哋嘅願望嘅時候，同埋為到我哋所有嘅神所賜嘅，都係咧去感恩，並且當我哋咧唔知道誤犯人嘅而犯罪嘅時候，我哋可以咧去通過祭司去為我哋咧獻一個贖罪祭，同埋如果我哋得罪咗別人嘅時候咧，我哋咧就要按着呢個咧贖現祭咧去同人咧喺神面前求赦免嘅時候咧，要有一個恢復翻一個好嘅關係。神咧係一個聖潔嘅神，我一定要注意呢件事，因為神話咧我係一個聖潔嘅神咧，所以你哋都要聖潔，喺你嘅生活，喺你哋嘅處事，喺你哋嘅為人，喺你嘅與外人嘅交往嘅裏邊，都要咧按照神嘅法則標準咧以聖潔嘅為人。並且咧神亦都喺當中其實通過一啲節期咧幫助以色列人咧出咗埃及充滿拜偶像淫亂嘅地方，重新去學習點樣咧過着以神為中心，以敬拜以服侍呢位聖潔嘅聖父耶和華咧為中心。所以有逾越節啦，喺1月嘅14號啦，佢哋就紀念翻神點樣帶領佢哋咧出埃及嗰晚咧拯救佢哋出去呢個埃及，唔再做埃及嘅奴隸啦，並且咧使佢哋咧同神咧有一個嘅新嘅一頁。跟住咧到1月14到21號有7日嘅時間咧，除酵節啊，係代表聖潔嘅意思，就係咧當佢哋好匆忙咁樣咧離開咗呢個埃及嘅嗰晚嘅過程，同埋第日咧7日嘅裏邊啊，咁咧其實神唔容許佢哋咧有任何咧有酵嘅食物，同埋一個過程咧去製造嗰啲食物，咁亦都代表着咧聖潔嘅意思。